諧波形態呢啲係根據斐波瓦契數字，跟住特定形狀走咗進階價格形態。交易者可以利用呢啲特定形狀去預測未來價格走勢。例如一個牛市偏幅形態就係當價格做咗4次移動，形成一個似英文字母 M 嘅形狀，每一個點都可以標記做 X、A、B、C 同 D， 而每個點都有特定嘅指引。例如 X 點去 B 點之間嘅數值要介乎 0.382 至 0.5 之間， A 點去 C 點之間嘅數值要介乎 0.382 至到 0.886 之間，而其他點都係用同一個方法。跟住呢啲特定指引就可以應用嘅真實圖表上面。所以如果你見到價格形成咗4次移動，你就可以用諧波形態工具去檢查下呢個價格走勢係咪符合某個形態嘅指引。如果符合，你就可以根據形成嘅形態去入市。市面上有好多種唔同嘅諧波形態，最出名嘅有蝴蝶形態、蝙蝠形態、螃蟹形態，而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嘅數值。